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行通租的 E 頻道。近年網約車同唔同交通新模式興起，唔少人開始質疑傳統的士係唔係仍然需要，但係從監管制度、安全保障、覆蓋規模、城市功能同社會角色嚟睇，香港的士其實一直處於一個難以被取代嘅位置。原因主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理解。首先，香港的士屬於高度制度化同合規嘅公共運輸服務。根據近期嘅立法會論壇報道，的士被形容為香港嘅名牌，因為所有的士司機都必須持有正式牌照，車輛亦需要符合保險、維修、營運等一套完整嘅監管要求。相比一啲未受監管或者處於灰色地帶嘅載客服務，傳統的士喺法律保障、乘客安全以及司機權益方面都有更高嘅可靠性。對於載送兒童、長者、殘疾人士等較高風險場景，合法而且受保障的士服務尤其重要。其次，香港的士嘅覆蓋率同規模都係其他模式難以匹敵嘅。目前全港超過18000架的士，分布喺市區、新界同大嶼山，成為公共交通網絡嘅重要補充。無論係凌晨時段、偏遠地區、天氣惡劣、臨時需求、行李繁多，或者搭配其他交通工具轉乘，的士仍然能夠提供即時、靈活嘅接送服務。要用網約車或者其他服務取代呢個龐大而且穩定嘅即時供應網絡，並唔容易。第三，的士喺使用層面仍然係高度靈活嘅交通方式，佢提供門到門服務，不受時間、路線、排隊或者轉車限制，對於香港呢個節奏急速嘅城市而言極具價值。近年政府推行的士車隊制度，令傳統的士同科技平台結合，例如提供電子支付、更可靠嘅預約、司機評分以及更標準化嘅服務。呢種更新象徵住的士並唔係被淘汰，而係喺新嘅時代中進一步進化。除此之外，市場亦出現新嘅的士車型，例如更環保嘅電動的士，配合輪椅乘客嘅無障礙車款等，代表業界正朝向更專業化同服務多元化嘅方向發展。呢啲創新喺合法監管下推行，進一步鞏固咗的士喺公共運輸中嘅地位。最後，的士喺香港並唔只係一種交通工具，佢代表住城市文化、集體記憶同生活節奏。紅的、綠的、藍的存在於每一條街、每一個深宵時段、每一個社區角落，係好多香港人日常生活嘅一部分，甚至係旅客心中香港形象嘅重要元素。如果完全依賴網約車或者非制度化服務，唔單止會影響交通生態，更加會改變香港獨特嘅城市風貌。總結而言，香港的士之所以無可取替，係因為佢同時具備安全保障、標準化制度、龐大覆蓋、即時供應、文化價值以及不斷升級嘅服務能力。科技可以協助改善營運，但難以完全替代一個如此深入城市結構嘅交通系統。香港的士喺未來嘅城市交通中，仍然會繼續扮演重要而不可或缺嘅角色。鍾意呢條片嘅，希望大家可以點讚、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，可以掃影片上嘅二維碼，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呢度係行通租的 E 頻道，我哋下星期再見。